今日3位帶嚟啲咩表演啊？哇！今日我哋3位咧係連同肥媽咧一齊嘅喺紅館呢個舞台度，一齊唱一首好有氣勢嘅歌。係啦，就係世間始終你好。係。肥媽啱啱話好似急口令咁喎，你哋覺得咧？急口令？唔係，係應該係佢嗰首歌好似急口令。我哋呢一首歌係氣勢多過於係咯，氣勢大啲咯。係啊，但係好玩嘅成個喺個台度。嘅歌詞好有韻味啊！係啊。你喺紅館嘅舞台感覺點樣啊？呢次係我同阿劉洋第2次企喺紅館啦，所以就一開始其實好懷念嘅。其實今日好好笑嘅，因為一開始我唔知道今晚咧係喺紅館嘅。哦。係啊，跟住即係 manager 俾飛我嘅時候，跟住我就話呢個係咩飛啊？佢話6月30號啊，回歸 show 嘅飛啊。我講嚇係一廠㗎。佢話一廠唔係啊，喺紅館啊。我就哦，原來係紅館喎，咁樣啦，真係好好笑。阿以晨係咪你個 MV 個花絮咧釋出咗咯喎？係啊係啊係啊。就係 Honey 喎，你個女主角。係啊，今次係啊 Honey 咯，今次我嘅即係 MV 嘅女主角。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佢哋有問啦，即係如果係擇偶條件之即係會中意咩類型嘅女仔咧？其實我好中意識得運動嘅女仔嘅，因為我自己唔係好叻運動，所以都希望對方識得運動，咁可以教下我啊嘛。尤其是係潛水，因為我自己而家咧學緊潛水，但係我第一課係未考過啊，我係 fail 咗㗎。跟住佢哋話：不如咁啦，我介紹一位咧好叻潛水嘅女主角俾你啊。咁就話下次以後可以交流下咁樣啦。所以就係啊。好犀利喎！係啊係啊係啊！有冇請教一下佢啊？我未有機會請教佢，因為嗰一日咧我哋真係太忙啦拍嘢嘅時候。但係咧就遲啲咧就會問下佢咯，因為我好想第一課咧即係先 pass 咗先，係啦，因為咁我考唔到咧，我就冇得考第2課啊嘛。加油啊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喺 MV 裏邊有冇身體接觸啊？未有身體接觸，淨係把遮掂到佢把遮啫。算唔算接觸啊？都算嘅。點解咁慘啊？因為首歌嘅意思係唔好接觸。係啦，首歌嘅意思就係即係成首歌其實講緊係我唔敢去接觸啊嘛，唔敢去踏出第一步，都係遠遠睇啊咁樣嘅啫，所以係最近距離就係我把遮掂到佢把遮咁咯。對於 Honey 嘅感覺點樣咧？第一次見。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，我淨係覺得哇，佢好健康啊，成個樣。係啦，即係佢成個樣啦、膚色啦、全部啦都係好健康，係我羨慕嗰種嘅，係我羨慕嘅，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成日咧即係有時白個頭啊，同埋個樣好唔精神啊，成日好似面青好似白嗰啲唔襟擺嗰啲啊，所以就見到佢咧就覺得哇，佢一定好襟啊，你要多多學習啊咁樣。阿博就係咪第2首啦？係啦，今日上線第2首嘅新歌係叫《吐氣》。係點樣嘅首歌？呢一首歌係一首情歌啲嘅 feel 嘅，然後其實係講嘅一個女性佢之前遇到啲挫敗啊，然後自己企翻起身嘅一首歌嘅。我覺得係好好聽嘅個旋律啊，各方面。咁會唔會拍 MV 㗎呢首？之後可能會考慮嘅，有安排嘅。需唔需要男主角啊？可以考慮喎，係咯，你可以俾啲經驗我同嗰啲對手戲。唔係啊，我係要做嗰個男主角。可以喎。我自己推介啊，我做啊。好，同公司講聲先。心儀，哇，要睇下歌係咩歌先。呢首歌咧係。純幻想，由你揀一個靚仔。係，我純幻想揀個靚仔喎。啱啱喺後台見到展鵬啊！哇！真係好靚仔。會要加要親熱戲㗎？親熱戲要？親熱戲咁都要睇下公司嘅安排。想嘅係咪啊？都我都要做下準備，心理準備先，學習下先。係咁，劉洋咧，你係咪有個失散咗嘅阿哥啊？曹總啊？曹總啊？係啊，係咪你失散咗阿哥啊？是不是你失散的兄弟？曹總。曹總，我跟曹總長得像嗎？網民說有點像，你覺得呢？我感覺我比他長得，我比他，我兩仔啊！對啊，我算兩仔啊。對啊，我皮膚好白的。曹總皮膚好黑的。真的，我看過。那你想不想加入愛我回家？
要是有这个機會的話，我還是想去嘗試一下。對，如果要搞笑得唔得啊？搞笑你點？搞笑啊！讓你搞笑的話，讓我搞笑的話，我嘗試一下嘛。對呀、啊，我會去努力的去完成那個搞笑的那個片段。對的。剛剛肥媽說啦，你烹飪點講？煮飯對，雞手鴨腳啊嘛你。因為我平時我也喜歡這個做好吃的，對，做這些美食啊，對，你可能看出來我比較好吃嘛。其實喜歡吃的人都喜歡做，對。不是，他說你雞手鴨腳啊。哦，這是很亂，煮的手忙腳亂。我煮的手忙腳亂嗎？對，肥媽說。我還好，我那天是金凱。他指揮的讓我手忙腳亂，對，其實那天我們弄的那個肉嘛，其實是不用去那個用手去攪拌的，對，其實就簡單的拌一拌就可以。他非得讓我給他就是醃嘛，要弄成就是把那個汁要浸到肉裡面，對，所以那天我就用那個手去擠一擠，沒想到全擠碎了啊。後面成泥了，以後成餅了，可能是我的力氣太大，是對，把肉給擠成餅了。OK，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